自2022年10月15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用什么来学了？圣经诗篇103篇第19到22节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一切的病。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。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勇壮。上主执行公义，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。伊用伊的道路指示摩西，用伊的作为指示以色列人。上主有慈悲，有仁爱，袂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袂永远藏受气。伊袂照咱的罪过处罚咱，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是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，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。人咧，因的性命亲像草，因亲像野花生长无生，风一个吹就消失，无人会阁看到。毋过，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伊用公义对待因会行行顺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、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伊的主权普及万有。有大权能的天使，听叹上帝话，执行伊旨意的使者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伫掌权逐所在的受造物啊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用什么来学了？如果你问我上介意牧会的倒一部分，我会讲是探访。探访会友真用时间、体力，为什么我还会快乐佮享受咧？因为探访的事工若做会好，对教会的宣教佮同工的培育，拢会有真大的利益。伫探访的经验中，上互我感动的是高龄长者的信仰精神。每当开喙分享了后，阮会做伙祈祷甲唱诗。真侪长者竟然会当完全毋免看歌本，就甲母语圣诗一字无漏背唱出来。对因的眼神，佫较会当看到因是用心灵甲真实的态度伫学了上帝，甚至有边动佫规日倒伫眠床顶的长者，要用真侪话语来鼓励我、支持我，互我非常感动。诗篇103篇是诗人对上帝学了和感谢，学了伊的慈爱和所做一切美好代志。诗的起头甲结尾，拢呼吁人爱学了上帝。诗人用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做开始，也用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做结束。这是一篇呼吁，着称赞上主。
邀请会众用规个新心灵来学了上帝的诗篇。我非常介意泰雅族族语用三个无共款的单字：心、整个、生命、灵魂，这种真有层次的译法来表达诗句，说明学了毋干若是用喙唇甲用肢体，搁较就是爱用心灵甲精神，规个新心灵来学了。伫公众礼拜中，学了通互咱的心向上主拍开，互咱的注意力对世俗的压力甲烦恼中间甩开，定睛仰望上主，互咱专注伫领受伊的信息。做事，咱是毋是甲学了变成做是一种口头上的习惯，或者是甲敬拜学了当作信徒教召的一段等待时间？咱是毋是甲礼拜当作是一种习惯，变做是外表的形式甲口头的学了若定？有一位长老甲我分享，当伊用心灵甲真实学了上帝的时，无论是伫工作还是休困，是伫厝内还是圣殿，伊拢无袂记得随时随地敬拜上帝。伊讲，逐工咱拢伫过共款的生活，拢咧例行公事，过着重复、搁忝闲、艰苦的日子，若会当常常学了时时的歌颂，就会为着咱的生活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。诗人指出，人的生命极其短暂，总是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基督徒的性命就是上赞上帝的性命。伫上帝丰盛的恩典中，咱应该时常献上上赞的祭。特别伫疫情下面，学了上帝会通互咱的心得到安慰甲医治。愿咱对上帝发出心灵甲真实的上赞。默想，我今仔日学了上帝未？我今仔日学了上帝未？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我要上赞你的仁慈，感谢你赦免我所有的罪，医治我的灵魂。感谢你救我脱离死亡，搁用怜悯慈爱维系我。我愿意生向你歌颂，愿你的灵时时充满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